好来，继续来看这个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讲台湾有事的言论，引发着中国强烈的反弹，甚至要暂停日本的水产品进口中国。总统赖清德是用行动来挺日本，伫面册铺相片是咧食北海道的干贝甲寿司，结果引发着大回响。那日本的电车荧幕轮番来放送，都参新宿大街路边的大荧幕冇报送。 也许现在是吃日本料理的好时候了。日本北海道的干贝。中岛食寿司总统赖清德特别讲，新鲜鱼产是来自鹿儿岛和北海道，利用行动支持日本。因为首相高市早苗在发表台湾有事论了后，中国就暂停进口日本鱼仔货。那要如何反制中国手段呢？ 今个月日，当时中国暂停进口台湾往来，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就发布和往来的影像，表达支持。如今台湾总统赖清德嘛来分享相片，随口日本共同通讯社放上电车的荧幕轮流放送。 在电车通勤都能看到新闻跑马，甚至有人翕到相片，看上新宿的街路，向济人注意。而日本参议员嘛，伫咧社群抛出食台湾老肉饭和酸野相片，佢引用论语，就不过必有人来回敬。不只是街头的大型看板，连在他们电车上面的即时新闻也都报道了台湾总统赖清德吃日本水产、力挺日本这样的一个新闻哦。我认为这个对于日本来讲，再次感受到了台湾的人情味。中国外交部的面讲爱表演，佮一摆重新要求日本甲干涉台湾的言论收回去。台湾是中国的台湾，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无论赖清德当局怎么表演作秀，都改变不了这一铁的事实。我们是不是也要请我们的观光署跟日本的官方来进行洽谈、进行合作？是不是能够推动更多的旅游方案？中国大动作打压，立委建议唔来当支持日本水产，台湾日本咪当往促进观光交流发展。 你好，我是宋彦明。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紧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